海首個港人服務中心正式落地，十字門華發琴澳新城服務中心主要圍繞跨境融合、長者關懷、青年發展、社群共建四大方向為主。點解呢個港人服務中心會選擇落地十字門呢？因為越嚟越多香港嘅朋友選擇住到十字門。由23年7月1號開始，港車北上之後明顯感覺得到越嚟越多港人選擇北上消費，包括養老度假。珠海又係唯一與港澳陸橋相連嘅城市，而十字門又係港珠澳大橋嘅落腳點，10分鐘可以去到大橋關口，唔使1粒鐘直接可以返到香港啦。再加上十字門嘅區位獨特優勢以及環境優美，所以得到越嚟越多港人中意。十字門呢2年每成交3套房，幾乎其中就有1套係港澳嘅買家，尤其係華發天戀呢個仲誇張，超過55%嘅業主都係嚟自香港同埋澳門。喺發佈會現場，十字門華發商都3期同時都公布咗招商嘅情況，亦都會引入唔少全新嘅品牌，將會喺明年3期正式人嚟開業啦。到時候將會成為珠海最大之一嘅商場。住喺十字門嘅朋友真係太幸福啦！依家十字門主要在賣嘅樓盤有華發天戀51到108方嘅1至3房，單價2萬蚊起步到3萬蚊都有。另外仲有琴澳新城少量嘅尾貨，中海環宇天下再數有80到225平方嘅3到4房，單價2字頭起都有啦。有想要了解十字門樓盤嘅詳細情況，可以評論區留低十字門3個字，我將呢份成個十字門最新樓盤嘅匯總以及全景嘅航拍 VR 後台發俾你，攞翻去研究一下。